間咯，唔好意思，我都諗唔到自己會咁。都係喺聖母無劍直心學校呢個跟呢個打落嚟嘅。喺我一路落嚟嘅人生嘅發展，我自己落嚟工作上、事業上，或者係可以話喺對同學可能係個學業上咧，都係因為我一路有一個好好嘅根，先可以發展到而家呢個時候。我亦都唔係話自己有啲咩成就，不過我相信最少我豐衣足食，暫時啱 ，OK。咁仲有一樣嘢咧，好榮幸，點解會覺得自己好榮幸係被邀請咧？因為我頭先校監都講過，我係20屆啊，咁你哋係47屆，咁我都係大你哋27年啫。咁27年唔係好多啫嘛，你哋都係叫我學兄㗎嘛，我都係叫學弟學妹，都係兄弟姊妹係嘛？當然唔係好全包，我唔係帶你哋好多嘅事。如果我講資歷，我哋台上第一屆大師兄，第2屆大師兄，比我資歷更加高。今日咧佢哋話俾我聽個主題咧就係感恩，英文咧係 give thanks。呢個英文好難讀嘅 give thanks， 點解咧？因為 VE 咧，大家都知啊，咬嘴唇係嘛，咁啊 ，OK，thanks THM 係嘛，咬脷，咬完口唇要咬脷，係咪好難讀啊？如果讀得快嘅話 ，give thanks。同樣，其實我哋去人生之中，我哋感恩都唔係咁容易。因為我覺得而家喺呢個社會上，都好多人唔係好識感恩。我希望各位同學都能夠有感恩嘅心，因為點解咧？冇感恩嘅心，我哋又冇謙卑嘅心。我相信咧，一個人能夠成功，能夠去發展你自己嘅人生咧，一定要有感恩嘅心。有時我哋人生咧，好多時會遇到好多困難，好多問題，我哋要去解決。咁但係問題咧，好多時啲人都去怨啦，好多時都去埋怨啦，好多時咧有啲人咧，佢去得到一啲嘢嘅時候，或者佢達到一啲嘢嘅時候，亦都覺得自己係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嘅。咁其實喺呢個世界咧，可以話每一個人可以自己能夠達到一個目標。其實每達到一個目標，都需要周圍好多唔同嘅人啦、事啦、物啦嘅幫助，先可以咧去到目標。講翻我少少人生嘅經驗俾大家聽下。我喺中6、中7，即係預科嘅時候咧，嗰陣時18、19歲到啦嚇，咁你都好快到俾你㗎啦，6年到6、7年到你哋到嚟，就係面對高考啊。咁你哋而家冇呢個高級全部會考啦，嗰陣時我講。咁我喺會考嘅時候，因為你哋冇會考啦，咁我哋有入大學要經2關，就會考跟住先到嘅高考嘅。咁會考嘅時候咧，個成績都算OK 嚇，中上咁。咁我年代咧好得意嘅，咁有啲叫做 conditional offer， 咁呢啲大學好過癮嘅，唔好意思啊，粗俗咗少少。好得意嘅，佢哋咧就俾一啲睇見你嘅成績啦，睇見你會考嘅成績咧，就會俾一啲條件你啊，你可以咧喺高考嘅時候咧達到某啲條件咧就可以入到大學㗎啦。嗰時咁我就嗰陣時覺得自己好好運啦，因為我俾啲大學俾我條件都好低嘅啫。咁我諗住都自己10拿9分就考大學啦嗰陣時。咁我開始懶散。懶散咗啦，咁亦都可能即係好多事件發生啦。咁點知原來真係考唔到大學，我第一年真係肥咗老闆。咁好啦，喺呢個時候發生咩事咧？咁你哋會點咧？如果係你哋，咁我咧
自修嗰年，我第二年我自修，我亦都係喺個時候咧，就重新考慮過自己嘅科目所揀嘅科目係咪適合自己。因為咧，我由細到大我都係讀理科嘅，讀呢個數學嘅。咁點知咧，我其實咧對數學嘅興趣真係唔係好大，亦都成績唔係好嘅數學方面。咁呢度呢一個機會我咧，就去重新咧思考自己係咪應該繼續去行呢條路。喺個時候咧，我自己睇翻我自己嘅興趣、自己嘅成績，一路原來我英文係比較好啲嘅。我對呢個社會嗰方面嘅興趣係大啲嘅，咁我咧就決定咧喺第二次高考嘅時候咧，去報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就唔再係報讀關於數學嘅嘢，或者係工程嘅嘢，或者係政治嘅嘢，我就揀咗法律呢樣方面去做。咁亦都嗰一年嘅自修嗰一年啦即係都算係即係好勤力嘅，所以同埋咧對我自己一個好大嘅獎勵就係咧，因為自修係需要好大嘅 self-discipline 呢個自制嘅能力。咁咧我就好彩啦，都入到大學。第二年咧就到去讀法律。咁跟住就讀完法律，但係讀完法律咁就攞埋個司法啦，咁跟住做咗啦。咁喺呢件事件咧，我本身咧係好感恩嘅。大家可能會聽到，呢個唔係一個好事件嚟嘅喎。咦，你要重讀喎？你考得唔好喎第一年，點解你要感恩？點解咧？係因為我覺得我有機會，我自己可能如果我真係第一年就咁樣入到大學讀電腦讀工程學，可能我唔會讀得好。我亦都講，我入到去大學讀法律，我喺法國我係比較適合讀法律嘅。我唔會讀得好嘅可能亦都將來嘅人生係完全唔同。咁呢方面我有幾樣嘢講啦。第一件事就係、我本身係一個天主教徒，當時我係好感恩天主俾咗機會我。第二件事就係、我好感恩我爸爸媽媽，因為咧佢俾信心我。因為我爸爸媽媽對我咧，由細到大都係好嚴格嘅其實。咁但係咧，佢今次係俾自由我，俾信心我，俾我自己去處理一年嘅事。咁都好彩啦嚇，咁我就冇託佢哋嘅冇失佢哋嘅望啊嚇，可以入到大學。咁所以咧，其實我想講就係，當你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唔係咧一定咧係要怨啦，或者係埋怨啦，或者係失望。其實我哋遇到問題嘅時候，好多時咧都可以咧轉呢個叫你轉危為機。好多時咧都可以咧用啲積極嘅方向去諗下，可能係對自己呢個長大啦、成熟啲啦、學習嘅機會。亦都係咁講，做每一件事，好多時我哋都真係要去珍惜同埋一個謙卑，因為咧唔係每樣嘢都係理所當然嘅。我睇見各位同學仔，諗翻起我27年前喺呢個聖母無斷聖心學校讀書嘅時候嘅情景，俾人蝦啦或者我蝦人啦，我唔知欠功課啦，要簽手冊啦，係咪成日都會做？有冇？我有㗎。堂上傾偈啦，跟住俾老師鬧啦，有冇啊？有咧，我最中意傾偈，3歲定8歲，我真係每一堂都俾人鬧我話你做咩又傾偈？咁但係咧，我講嘅故仔咧，又係我自己嘅時候。咁有次我又喺度學傾偈，老師，我唔記得邊個老師嚟嘅，老師話：一個學，你起身，我頭先講乜？其實咧，我話俾你聽，我真係有聽書嘅，我真係講翻晒頭先講緊啲嘢嚟聽。咁咧，跟住咧，佢都冇我符，但係佢跟住同我講呢句我好得都明，刻骨銘心，到而家我都記得。你聽到書啫，你去騷擾其他同學聽
聽唔聽到書啊？呢個好緊要，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可以話教法。因為我哋好多時做事啦，或者做一樣嘢咧，都冇考慮到其他人，係咪啊？原來真係，如果我繼續去騷擾其他同學，可能冇我叻可以聽到書，係嘛？所以咧，亦都係一樣嘢，我哋咧做事嘅時候都要考慮其他人。咁另外咧，仲有就係、我都計過㗎。我記得我試過犯校區二家長嗰啲好刻骨銘心嘅事。但係好似頭先講，全部都係啲比較負面嘅，係嘛 ？OK。但係我又講翻，其實仲有啲好好嘅回憶，就係差唔多同學之間大家嘅友誼啦。我而家仲有同我一啲小學嘅同學，可以話幼稚園嘅同學嚇，同我一齊大嘅同學仲有聯絡，仲係好好朋友。我仲記得佢哋大家互相喺做同學嘅時候點樣互相勉勵，亦都喺人生嗰度大個呢個長大嘅時候互相勉勵。我希望大家咧都好好珍惜大家同學之間嘅友誼。咁另外咧，老師嘅教誨啦。老師其實用好多方法希望你哋聽書嘅，真係㗎，佢哋用好多心機，所以咧希望你哋都能夠記得老師嘅教誨。咁另外父母嘅關懷啦，父母嘅愛護同埋照顧啦。如果冇父母關懷、愛護同埋照顧嘅話咧，我哋根本冇一個咁好嘅環境可以去努力讀書，係咪？最後就係學校一路教導我哋嘅一樣，我哋學校嘅一路嗰個校訓就係有個拉丁文啊！你哋知唔知學校嗰個校訓嘅拉丁文係咩啊？我知唔知點解啊？英文咧就 Love and Labour， 其實頭先修女都講咗㗎啦。咁其實意思就係大家除咗要愛，仲要去勤力呢樣嘢。咁呢樣嘢其實喺我咁多年嘅人生之中，我覺得都係我一路做人嘅理念。我都唔想令到大家太眼瞓啦嚇。OK。總之希望大家咧都能夠俾心機去面對你哋新嘅人生嘅一頁。上到中學會好多新嘅挑戰，好多新嘅面孔你哋會認識，好多唔同嘅困難會遇到。希望你哋大家都能夠勇敢去面對，都能夠喺呢度聖母無玷聖心學校所學到嘅能夠發揮到出嚟。恭喜晒各位！多謝。準備，唔該，一位師。首先係6A班，陳浩真、陳詠楠。陳詠琛、鄭浩基、鄭真、張潮、張佩瑩、張兆熙、錢卓琳、朱啟聰。朱欣彤、
何仲朗、洪雅文、葉子欣、高偉康、高偉燕、江曉楠、古善瑩、黎依晴、劉安怡。羅振熙、羅依娜、李婉瑩、梁家韻、梁詠彤、盧雪穎、莫君琳、藍喜明、葉葉祥、白靜彤、譚卓琳。蘇展鵬、施巧玲、曾兆希、温浩林、黃希倫、黃柏欣、胡思南、胡欣晴、楊建南、阮希信、朱啟林。而家係6 H 班，陳浩然、陳思培、陳子軒、周希華、周子晴、張卓瑩、張浩輝、蔡柏良、蔡柏軒、周旭航。徐婉晴、何卓瑤、何子柔、洪欣流、郭浩然、林領琪、林子婷、羅俊軒、李家穎、李芷菁。陸希橋、馬卓培、吳樂儀、吳子晴、潘雲樂、孫耀良、宋子瑜、鄧傲文、曾俊賢、尹尚賢、黃子健。黃超實、黃俊軒、黃曼華、黃寶良、黃雪瑩、黃子晴、胡明儀、楊正彤、嚴柏津、余國希、翁子俊。跟住係6M 班，陳之琳、陳靜怡、陳康林、陳銘心、陳欣信、張浩正、趙子琪、蔡瑞婷、馮卓瑩、馮海瑩。何宗元、許策謙、許柏亮、關浩峰、關婉彤、鄺君豪、林子琪、李浩然、梁正林、梁顯文。梁家晴、梁浩然、梁家軒、梁桂章、郎乃仙、呂景生、麥浩天、伍邦琪、吳詠蘭。彭永浩、杜卓瑩、温浩晴、殷雲海、楊曉晴、楊日俊、葉君傑、余俊熙、余允琪。現在係6P 班，陳凌峰、鄭樂林、張月新、洪子超、葉展康、郭子源、林之慧、劉顯彤、羅子文。李樂賢、梁慧心、李子瑩、盧海玲、呂思琪、盧善瑩、麥詠琳、藍燕威、吳婉琪。岑思樂、鄧曉慧、曾楚俊、曾子晴、謝文浩、謝詠雪、任海橋、葉柏倫。
子晴、張海瑩、蔡永傑、方顯華、馮君喬、何曉南、許穎南、葉詠瑤、龔可怡。郭建林、鄺顯怡、劉浩儀、羅子瑤、梁偉俊、李兆軒、羅日希、馬文清、湯子軒。潘子傑、石文雅、蘇詠儀、徐子峰、黃佩林、黃雪瑩、胡子浩、余子瑩。多謝副主席邱柏漢律師，唔該晒。程序六，頒發獎狀，恭請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省會長周學美修女頒發獎狀，有請周修女。現在頒發6年級校內獎，首先頒發嘅係學業成績獎，6年級第1名6I 阮希信。第3名6I 張佩瑩。5年級第1名5I 黎詠儀。第2名5I 鄧俊峰。第3名5I 鍾慧欣。第4名第4年級第1名4I 黎正紀。第2名4I 蕭君賢。第3名4I 梁樂瑤。3年級第1名3I 陳晴慧。第2名3I 麥浩邦。第3名3I 劉慶輝。2年級第1名2H 潘偉晴，潘同學因病未能出席。第2名2I 常希敏。第3名2M 梁卓希及2P 張奕峰。1年級第1名1S 蔡極謙。
優修女。現在我哋恭請聖母同婦科祭全教女修會黎安德修女頒發6年級校內及校外比賽獎狀。有請黎修女。科運獎6I 黃柏欣。6H 楊正彤。6N 羅凱詩。6P 劉顯彤。6S 馬文清。服務獎6I 阮希信。6H 李子清。6M 趙子琪。6P 梁慧心。6S 蘇詠儀。風紀服務獎隊長6I 阮希信，6I 張佩瑩，6H 宋子瑜，6H 陸希喬。副隊長6I 葉子欣，6I 胡仙娜，6H 鄧浩敏，6H 黃子晴。跟住係中文作文比賽第1名6I 陳詠心，由於陳同學因病缺席，獎項將會容後頒發。第2名6I 阮希信。第3名6I 張佩瑩。中文書法比賽第1名6H 林子婷。第2名6I 洪雅文。第3名6H 吳樂儀。英文書法比賽第1名6H 張浩輝。第2名6I 阮希信。第3名6H 嚴柏津。
比賽第1名6I 莫君琳。第2名6I 温浩林，亦都因為温同學因病缺席，獎品將會延後頒發。第3名6I 朱啟聰。美術比賽第1名6I 羅依蘭，羅同學因病缺席，獎品將延後頒發。第2名6I 黃柏欣。第3名6H 胡明儀。多謝黎修女。現在頒發中文科獎狀，恭請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李琦修女頒發獎狀，有請李修女。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亞軍6H 楊正彤。季軍6I 鄭真。2012至2013年度中國語文精英計劃小學組銅獎6I 陳永生，但因陳同學因病未能出席，獎狀就容後再頒發。自然考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高小組經典誦讀項目小組優異獎6I 阮希信。中文創意寫作大賽優異獎6H 周希華。第13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3等獎6I 温浩林6H 陳子軒，温同學因病亦都未能出席。